輕鬆學識乳房自我檢查，與你健康啟動。乳癌係香港婦女最常見嘅癌症，乳癌位列喺香港婦女致命癌症嘅第3位，平均每14位香港嘅婦女就會有1位喺一生人入邊患上乳癌。乳癌發展初期通常都冇乜明顯嘅病徵，如果能夠及早發現，治療嘅成功率可以大幅提升。預防乳癌，定期乳房檢查好重要。其實乳房嘅健康唔單止淨係乳癌，好多良性嘅乳房問題亦都不容忽視。乳房良性嘅腫瘤較常見嘅有乳腺水瘤，俗稱為水囊，同埋乳房纖維瘤。乳房水瘤一般嚟講唔需要特別治療。體積細嘅乳房纖維瘤可以先進行觀察，而體積大嘅乳房纖維瘤就可以做外科手術切除。醫生一般嚟講會建議病人大概6個月至1年左右進行乳房檢查同埋影像掃描。定期做檢查可以確保良性腫瘤冇病變成為惡性嘅腫瘤。女性應該重視日常乳房嘅檢查，養成定期篩查嘅好習慣。我哋建議女性每個月進行自我乳房檢查，30歲開始每年進行超聲波檢查，同埋40歲之後每2年接受乳房 X 光造影檢查。咁就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及早發現乳房嘅異常。乳房自我檢查懶人包。乳房自我檢查嘅方法好簡單，建議每月1次，最好喺月經結束之後7至10日內進行。乳房自我檢查嘅第一步係觀察。首先企喺鏡前邊，雙手舉過頭頂，仔細觀察乳房皮膚有冇異常嘅變化，例如紅腫、凹陷或者顏色改變。注意乳頭有冇變形、潰瘍、疼痛或者泛紅嘅情況，並留意乳頭有冇異常嘅分泌物滲出。第二步係觸感，建議喺沐浴或者仰臥喺床嘅時候進行。先舉起右手放喺頭後邊，用左手3隻手指放喺右側乳房，作出小圓圈按摩嘅動作。範圍由乳房側一直打圈向內至乳頭，跟住輕輕擠壓右邊乳頭，觀察有冇分泌物滲出。最後唔好忘記腋下嘅位置。檢查完右邊後，我哋用同樣嘅方法檢查左邊嘅乳房。先舉起左手放喺頭後邊，用右手3隻手指指頭放喺左側乳房，作出小圓圈按摩嘅動作。範圍由乳房側一直打圈向內至乳頭。跟住輕輕擠壓左邊乳頭，觀察睇下有冇分泌物滲出。最後唔好忘記腋下嘅位置。如果發現乳房有硬塊、腫脹或者疼痛，且與月經週期無關，而呢一啲情況持續到月經之後，就應該及早求醫。最後一步係比較左右乳房大小、形狀是否對稱，比較之前檢查結果有冇異常。任何年齡嘅女性若發現一邊乳房出現上述嘅異常，建議及早接受專業檢查，避免延誤診斷同治療。